伫咧顶个月，海虎畅水艦有官兵跋落海发生意外了后，这海军舰队指挥部苏澳中正基地今仔日早起也传出着渡水意外。168舰队圣诞的士官长向发现讲，伊穿这畅水装备，真有可能是咧大海渡水，送病院游员救无回来。而且伊身躯顶穿的这个装备畅水衫，毋是军中的装备，也毋是伫咧执行训练。目前死亡案件阁需要调查。海军所中正基地救防所线19早起营区是发生一件意外，一个圣诞的士官长因为点名无够，互巡查官兵发现讲，伊穿畅水装备伫咧水面上，敢若已经渡水死亡，紧急通报救援，但到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他是9点半被发现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尸体僵硬了，然后家属要求送到医院，那明显死亡，所以已经在医院的太平间。海军男子部指出讲，圣诞的士官长是168舰队。初步了解，圣诞士官长伊穿的装备并唔是军中的，迄当阵嘛唔是咧执行训练的科目，但是安怎会穿畅水装备，佮发生意外，佮进一步厘清。本部已检派高阶干部前往协助，并通知家属，全案配合现检调查厘清。进前海军海虎畅水艦3个官兵落落海底失踪，已经要1个月啊！海军讲，敲找失踪的军事官的任务，目前嘛是继续在进行，并无放弃敲找的行动。不过，这摆圣诞的士官长是家己在进行畅水的行程，和海虎畅水艦的救援无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